今期國度1分鐘，同你一齊關注宣教美德之民。中國嘅教會自1940年代領受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嘅異象，要將福音沿住絲路經過中亞傳返耶路撒冷。而絲路完善嘅國家就係正正位於14十支槍之內，亦即係大多數美德之民嘅地域。14十支槍就係指北緯10度至40度嘅區域，由西非去到亞洲。雖然佢嘅地域只係佔全球土地嘅1/3，但係卻擁有全球2/3嘅人口。佢亦係全球最少福音化嘅地區。全球97% 列為福音未及群體嘅國家，都係位於呢一個槍之內。佢亦係全球3大宗教嘅陣營嘅核心。呢個槍裏邊有7.6億嘅回教徒，至少7.2億嘅印度教徒同埋1.5億嘅佛教徒，涵蓋全球3大主要宗教嘅發源地同埋中心。佢亦係全球最貧窮嘅地方，有24億赤貧嘅人，亦即係年均收入少過$500嘅人都住喺呢一度。我哋綜合咗絲路沿線14個國家嘅資料，佢哋分別係吉爾吉斯坦、哈薩克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烏茲別克斯坦、土庫曼斯坦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、伊拉克、敍利亞、黎巴嫩、約旦、以色列同埋埃及。喺佢哋當中，好多國家福音未及族群嘅數目係超過全國嘅1半。其次，以下嘅國家福音未及人口佔全國嘅比例更加超過90%。而喺呢啲國家入邊，佢哋有幾大重要嘅語言，包括俄羅斯語以及阿拉伯語。所以要喺絲路宣教，或者要考慮下學呢2種語言。而喺呢度所有嘅國家，除咗以色列之外，佢哋嘅主要宗教就係伊斯蘭教。最後喺呢14個國家入邊，除咗埃及，其他嘅基督徒人口都唔超過1%。因此，14十支槍同埋絲路宣教將會係未來嘅宣教重心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，歡迎你嚟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國度復興報嘅 Facebook 專頁。